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有一只为日本横滨动物园来台湾做交流的马来貘，名叫做英雄。21号到台湾了后，煞伫个运输箱内底来死亡。死亡当时的体温是飙到41度，相当的无正常。除了身躯有明显的外伤之外，盖半尸体嘛发现血积水，初步研判是因为热紧迫。 简单讲，就是伤热引发着死亡。台湾甲日本将会继续来追查，伫运送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啥物代志？ 看镜头片仔拄悬悬，搁甲你笑一个，看起来真可爱。马来貘英雄来台湾进前，日本马将赶紧来到动物园，甲伊讲再会。想不到伊只单拄来到台湾，名随休去，特别找哩动物园，赶紧找专家来甲伊解剖，厘清死因。头部的地方有看到比较大面积的一个擦伤，那四只脚底的部分也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些磨伤，可以排除掉一些重大的一个传染病，是因为热的紧迫造成的一个全身循环性的一个障碍跟凝血功能的一个障碍引起的肺水肿死亡。马来貘正常体温伫咧36到37度之间，英雄到动物园了后确认死亡，当时体温飙到41度。远方万捌拄过这款代志。马来貘是食草外动物，本正个性就较无胆。换一个所在，或者是伫咧运送路中有噪音、路坎坷，拢就可能会真紧张。到底英雄来台湾的过程发生什么代志？日航的回应是说，一切状况是没有异常，是我们要把那个资料全部摊出来再去做的，人为刻意去造成的，这可能也不能妄下定论。这回英雄来台湾的运送计划，主要是由日本规划。台湾设立动物园嘛讲，未来伫咧国际之间合作，会争取参与运送计划讨论。英雄的遗体要如何处理，台日双方有新的共识。决定优先做病理解剖。 因此不会做所谓各位想象的所谓的形态标本，大概都不可能。骨骼的部分，如果有可能，那就要看我们后续有没有这个时间能力再去把它做部分的保存。头一摆拄到运送动物熊熊带起来消息，是感觉真遗憾。未来针对动物交流的过程，要如何降低敏感、降低紧张，要如何更照顾安排随行人员，拢是动物园爱加油的所在。希望会当避免遗憾的代志搁一摆发生。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